明仔载开始，边境特别放令哦，入境就唔免过7日、加隔离咯。也唔过 BA.5变种病毒目前伫台湾嘛是个拖甲真厉害，寡人哦嘛是流感的季节。卫生福利部部长许瑞元就讲哦，咱一定要保持警戒，较紧张一寡是必要的。但若确诊人数一天剩1万例，疫情才是真正的转好。台湾新冠肺炎疫情也咧大量增加，有医师认为到年底可能有包括流感的侪呼吸道疾病会同齐流行，呼吁民众要保持注意。卫生部长许瑞元表示，适度的紧张是有必要的。不同的这个呼吸道感染的这一些病毒啦，等等这一些疾病会在冬天的时候发生，所以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紧张度。10月13，台湾就要重新开放边境。12日，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关注开放边境了后，秋冬的防疫措施。有立委讲，台湾新冠肺炎疫情最近的确诊数，甲其他国家相比平，摆明是真头前，这其目前催安政策的必要性。因为台湾现在是BA.5的高峰期，这个在外国都已经流行过了。所以这样子同现在的时间去比，而不是高峰比高峰的话，这样是对台湾是不公平的。许瑞元表示，台湾疫情进度比平其他国家大约慢3至4个月，加上流感流行期就要到，目前也无适合解除催安政策。另外，也有立委关心，进前指挥中心表示，新冠疫情若是流感化，生活就会再恢复正常运作。流感化的标准安怎定？致死率跟重症率并没有改变，那还是处于偏低，而我们的确诊数是往下降，差不多降到在1万左右的话，那大概就可以1万。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。另外，11即天开放18岁以上民众注莫德纳次世代疫苗，许瑞元表示，开放了后会继续关注注射的状况，评估敢有够额。针对流感疫情等咧提悬，许瑞元表示会继续监测，嘛会透过快筛试剂，避免流感甲新冠症头无好分辨的状况。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。